总有一天，拜一早起温暖阁无雨。乌有雷利的斯科法是一个无执照的起考，嘛是一个早起床的人。伊伫6点就开门办公，伊为玻璃柜摕出一寡装伫石膏无的假喙齿，搁伫桌顶放一把假丝，若像伫展览安尼，照大细甲安排好势。伊穿一领无领的线条恤子，伫暗滚固一粒金色纽仔扭着，野伊的裤是固经大条着。伊生做大汉，瘦抽，伊的表情真少对应状况，就若像臭耳人的表情。等物件摆好势伫桌仔，伊甲装仔扣向起考椅仔，坐落来挖假喙齿。伊敢若无伫想伫做的代志，毋过做甲真顺势，顾骹捧装仔，甚至无需要的时嘛加捧。8点过，伊停一困，透过窗仔看向天，伊看到2只鹰仔鸟歇伫隔壁厝尾顶恬恬地晒日。伊搁继续做工课，心想中昼前会搁落雨。伊的心思去互11岁后生的占写拍断。爸爸，啥？市长问讲，你会使甲伊挽喙齿无？甲讲，我无伫遮。伊当底挖一支金喙齿，伊甲迄摕着，手伸长，目睭微微地检查。因囝搁为后真实发声，伊讲，你有伫遐，因为伊有听到你的声。起考继续检查喙齿，一直到伊甲完成的工课放伫桌顶，伊才讲，安尼同好。伊搁操作装仔，伊为一个纸箱摕出几个气球开始磨，想安尼还有伊需要做的代志。爸爸，啥？伊还是无改变伊的表情。伊讲，你若毋加挽喙齿，伊要甲你断枪。无赶无紧，伊顾一种极镇静的动作，停止打动装仔，甲位椅仔撒开，搁甲桌仔下面的拖仔扣到上开。遐有一支手枪。OK， 伊讲，叫伊过来甲我断枪。伊甲椅仔摊到门的对面，手担伫拖仔前。市长出现伫门口，伊倒边面的喙手铁光光，毋过咬一边下面，真够疼，喙手已经5天无剃。起考为伊迄无神的目睭看出几暗暝的苦情，伊顾镜头仔尾，甲拖仔关好，柔柔讲，坐落来。够早，市长讲，早，起考讲。当底兄滚水烫器具的时，市长甲头壳靠伫椅仔的枕头，安尼感觉较好寡。伊喘的气冰冰。这间办公室真狭小，一块旧叉椅，骹踏床，一个放一寡飞悬的玻璃柜。椅仔对面的窗仔挂间头悬的布帘。等伊感觉起考行我，市长竟然骹后底，甲喙闭开。乌雷利奥的斯科法越头向光，检查受感染的喙齿了后，伊顾镜头仔小心甲市长的下頦合起来。袂当自拔声，伊讲是安怎？因为你有妇人。市长掠伊的目睭看，好啦，伊讲激一个笑面。起考无对笑，伊甲底消毒好的器具的水盆摕来放伫工作台，固冷液仔甲器具位水捏出来，还是无赶无紧。然后伊顾骹尖甲痰管线定位，搁起水槽洗手。伊做这一切，拢无看市长一个，毋过市长的目睭一年都无离开伊。迄是下面的一支智齿，起考双骹开开，顾惜硬仔甲喙齿夹着。市长掠条椅仔扶手，尽力甲骹经按，感觉伊的腰只有一个冷酸酸的空，毋过无出声。起考简单振动伊的手腕，无怨愤。只是顾一种苦涩的温柔。伊讲，干，你着为阮死去的20个人付出代价。市长感觉会害伊骨头咔咔叫，伊的目睭目屎甘甜甜。毋过，伊禁开，一直到伊感觉喙齿出来呀，然后透过目屎，
伊看着挽起来的喙齿，迄看着敢若甲伊会疼真生分，甚至互伊无法度了解过去5暗的拖磨。伊爱摇向痰管，规身汗，大气喘袂离。伊透开大衣的纽仔，伸手去裤底仔摕手巾，去烤互伊一条清气的布。目屎拭好干，伊讲。市长拭目屎，伊去准。去烤底洗手的时，伊看到破散的天棚，甲一个鹰野的蜘蛛网，顶面有蜘蛛卵含死去的虫拖。去烤转来，底拭手，转去困。伊讲，顾盐水国喙。市长徛起来，顾一个随意的军礼甲告别，行向门口，伸骹滑步，无留意的大衣。驾校带来，伊讲，互你也互市政府。市长无看伊，伊关门，透过徛面讲，迄拢嘛共款，